聖誕唔單止係一個馬槽嘅故事，佢係一個關於人類新開始嘅故事。正如創世記記載咗創造嘅起初，聖誕亦都標誌住生命嘅開始。呢個係光進入黑暗嘅故事，係盼望走進絕望嘅時刻，亦都係永恆生命向所有人打開。今個聖誕，邀請你一齊嚟認識創世記，一個關於天降臨到地上嘅故事。神用一個嬰孩嘅樣式來到我哋中間，佢提醒我哋，無論生命睇落幾破碎、幾空虛、幾黑暗，喺聖誕裏面總有一個新開始。聖誕係神向世界宣告，呢個係一個更偉大故事嘅開始。